台语生态师蛇龟，图杨国明，文图蔡连真。世间万物有够济，毋捌看见也真济，无底通食嘛足济，毋知是枵偌济。较早听人提起过，山顶有菜叫蛇龟，因为平地无地找，毋知是真也是假。牵手插好桌顶下，掠准一盘菜心嘞。伊煞笑我毋捌会，前后小解真详细。市场足少看人卖，有钱毋知倒位买。紧火快炒甜搁找，饭桌顶的好面配。来配糜饭正好势，用炒若是惊油济，嘛是会使水洒的，保证食甲记心底。物件好食才有效，若是简单生正高，无挽规条囥角落。到时谁会喙烂流？时节深秋已经到，无雨露水滴来斗，牵藤生炭到门口，囡仔雄雄行甲好。天地造化万物设。即种外形较特别，火树丝根拜规律，气角青叶随风越，生性属于四季系，攀爬就爱有病价，品种原是外来货，岛内生炭豆豆济。秋天若到过雷冷，葱蒜姜椒加减用，会当调味精热性，调养身体的保证。蛇龟规条随尖尾，要煮切片免削皮，落顶快炒使盐火，较赢杂念平乌龟。各位姊妹甲弟兄，听读本文心头定，后摆看到毋免惊，买来食卖就知影。